要么带一张面部刻章，弄刻章，下面画写刻章，多面板嘴练习，板嘴练习。石冈海盗多一道面，来电写一页呢，就拽快板嘴，石冈海盗多写页呢，就拽写页呢，就拽快板嘴，板嘴做多模，就这我到你酱棍，多面板嘴练习。石冈海盗多先页里面就拽快板嘴多就是兜面就是偏多面板嘴练习石冈如果海盗多显页的就拽小仔 kid 翻就是细 small kid 小仔，这是细的小的意思。就罪犯就是很小的孩子，犯罪violate law 犯罪。多面犯罪的是刚海盗多显页的就罪犯罪。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别人多有骄傲，我们都要唱背呀背着船长民族到朋友操当罗马杯，能量自插容，杯子老钢杯罗杯啊。